Hello，咁多位，我已經喺幾點呢個？4點鐘到已經到咗大阪關西機場，依家搭緊 JR 線去緊京都，暫時一切都順利嘅，好彩有我太太同我個女幫手都算順利啦。同埋為咗今次嚟日本啦，特登買一部新嘅 cam 嚟到拍片希望我熟嗰個技巧咧，遲啲我會拍多啲叫錄影嘅片，希望能夠即係我想做多啲有質素啲嘅片，而唔係淨係做直播就咁講嘢嗰啲片，因為我中意係拍片嘅，即係我中意拍片嘅咁同埋啲內容方面，我希望多啲我自己想玩嘅嘢啦而唔係淨係好似平時 hard sell 嘅嘢，或者淨係講嘢咁齋咁齋。之前曾經講過，我因為會嚟日本旅居咧，喺旅居之前咧，我係想同我太太嚟多一次旅行，去日本旅行。我唔知會唔會呢次係最後一次，所以我係希望同我太太有一個完整嘅一個人生嘅完整嘅一個階段，因為咧，我同我太太咧，其實食咗我15、16歲已經識我太太。嗰陣時當然唔係太太啦，嗰陣時係一個朋友嘅，只係。但係直到我哋12年到之後，先至同佢一齊嘅。咁而正式同佢一齊咧，係透過一次我同佢去旅行，去海南島旅行之後咧，先至同佢正式一齊拍拖咧，叫做同我太太拍拖。而嗰次嘅旅行去海南島嘅時候咧，我哋都仲係唔係情侶關係，係去完呢個旅行之後變成情侶關係啦。大家都即係孤男寡女就係咁噶啦。但我都好得意一樣嘢就係話，因為我記得當日咧，我第一次同我太太去旅行，即係當時嘅女朋友去旅行嘅時候咧，係新年嘅，新年之年初一去嘅，好似係嗰一日咧，我成日玩通宵，即係同朋友玩通宵咧，係冇瞓過覺嘅，跟住就去機場同我太太一齊搭飛機去海南島嘅。咁所以落到飛機之後，我哋當要搭車入去城市嘅時候咧，我係咁即係個精神，即係唔係瞌眼瞓，而係我人好攰嘅。咁我當時個女朋友就係咁嗌我：你攰，我知你冇瞓覺，你瞓下先啦，叫我伏喺佢，即係挨喺佢個膊頭度瞓，叫我。其實嗰時未拍拖嘅我同佢，事隔咗即係嗰陣時應該係1989年嘅事，1989年，隔咗差唔多40年啦，40年，30幾年啦，30幾40年啦。琴晚我亦都係喺鋪頭成4點幾先收鋪，翻到屋企沖涼即刻執嘢，趕8點幾去機場，又係冇瞓過覺，跟住上到飛機要搭4個鐘頭機啊嘛，咁諗住飛機就瞓啦，跟住我太太又同我講話：誒，伏喺嗰度瞓啦，伏喺我膊頭瞓。我可能太太冇留意啦，我就諗起差唔多40年前，又係一個類似嘅情況，又係咁，我又捱通宵冇瞓覺，咁佢叫我瞓喺個膊頭度，所以我覺得有啲嘢好一種完整嘅，同我以前嘅女朋友到今日太太一個完整嘅一種關係，我對我嚟講係咯。我都講我點解去到呢個人生階段咧，我嚟計咧，我要
即係我最即係對我嚟講最重視或者即係對我人生裏邊最重要嘅關係咧，我都希望能夠有一個完整嘅一個，雖然未去到結局，但我都要有一個完整嘅一個認證啊！呢個認證係咪咧？係咪我唔識諗唔到個字眼。譬如之前我都講過啦，我希望同我啲叫做最好嘅朋友能夠去一個，我都唔識點講。譬如我父母啦，我都講過啦，我父母希望能夠照顧佢哋到安享晚年啦。咁過去嗰十幾年咧，即係我都叫做能夠抽到時間去完成咗我同我父母嗰個，即係對於我嚟講一個責任，亦都係我一個回饋，係咪？唔係叫回饋，即係報恩又好，回饋又好，我唔知點講嘅字眼。我希望能夠叫做盡翻我嘅責任去照顧佢哋啦，包括我爸爸同我爸媽啦。亦都好彩有我太太幫我手去照顧我爸爸媽媽，直到佢離開呢個世界。對我嚟講，我人生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我要喺有生之年要完成嘅階段。依家輪到我太太，我希望能夠同佢喺我呢家晚年咧，已經60幾歲人啦，都希望能夠同佢完成一個階段。即係講真句咧，入邊對夫妻結婚之後一帆風順啦，即係嗰個關係係完全冇摩擦，係冇可能嘅事嘅。你話會咧就呃我嘅啫，我唔係好相信，可能好少人會有咯。咁梗會有啲波折啊，有啲矛盾，有啲摩擦，一定係個好多對夫妻一定會有咁嘅階段。我都係啦。咁慶幸我同我太太都一度過得叫做，雖然而家我仲未去到蓋棺定論，我都希望喺我死之前，同我太太都係一個叫做最後嘅，即係唔會再有分開嘅，即係分開意思唔係，即係我哋婚姻關係唔會再有任何嘅，即係執子之手，與之偕老。因為我希望我段婚姻係完整。以前我唔重視婚姻嘅話，但我以前唔重視婚姻，亦都唔識去點樣去處理婚姻，我唔識嘅。因為可能我細個喺嗰個家庭環境唔好，即係環境即係家嘈屋閉，經常家嘈屋閉，我唔識得點去處理組織一個家庭，我唔識。其實依家今日去旅行唔應該講咁多呢啲嘢，都係唔好講太多呢啲嘢。希望我嚟緊呢個幾日嘅旅程能夠開開心心，同我太太有個好嘅回憶。因為幾好回憶好咧，隔幾年之後我哋可能又唔記得㗎啦，應該，因為到時我腦退化啦嘛，所以而家盡量享受依家實質嘅感覺。唔講。